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阿坝河之寺僧人昆美遭中共当局拘捕；司政边巴次人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举行视讯会议；司政边巴次人为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撰写的新书进行揭幕。司政边巴次人参访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多名藏人学生在2021年印度全国高考中创下历史最高得分率。驻日内瓦办事处为瑞士夏令营藏人学生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第一则消息。根据印北达兰萨拉格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于8月3号发布的消息指出，西藏安多阿坝河之寺现中共统治下的阿坝县河之乡境内，现年45岁的僧人昆美于7月20号左右遭中共当局拘捕。由于中共当局严格封锁当地的网络及通讯渠道，无法获悉僧人昆美的遭捕原因及关押地点等情况。据悉，遭逮捕僧人昆美从小在西藏安多阿坝河之寺出家，逮捕前为该寺的戒律师。与此同时，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丹增在服刑10多年后于数天前获释，但有关他的健康状况等消息目前也无法获知。洛桑丹增于2011年3月23号遭捕。中共当局指控他与2011年3月16号自焚抗议中共当局而身亡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有关。时年8月28号，他被阿坝县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3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期还未结束前，突然被当局释放，并返回家中。在同一案件中被定罪并被判处10年徒刑的另一名同名僧人也于2018年获释。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上周五7月3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通过网络视讯与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负责人及相关官员举行了视讯会议。在长达1个小时的会晤中，司政边巴次人阐述了他对解决藏中冲突和应对西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设想和方案，并感谢美国和印度政府长期以来的慷慨援助和支持时，呼吁美国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丽莎·皮德森、代理副首席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特别助理安东·琼内尔、斯蒂芬妮·萨贝克、大卫·阿尔伯和玛格丽特·特利等官员出席了当天的视讯会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一8月2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总部为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交部阿若亚博士在2019至2020年间担任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期间，为反驳中共对西藏的谎言和歪曲宣传所撰写的文章和随笔而汇编的题为《驾驭龙之烟雾》一书进行了揭幕。在新书发布会上，司政边巴次人强调了反驳和揭穿中国关于西藏的谎言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并赞扬了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以一个藏人和藏人行政中央高级官员的身份，不断努力地向外界介绍西藏境内的真相，并呼吁藏人在坚持可核实证据的前提下，致力于反驳和揭穿中共的歪曲宣传。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巩固藏人行政中央与各非政府组织的友好关系，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四8月5号首次参访了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司政边巴次人在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和秘书长阿汪义西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并会见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司政在与该馆相关工作人员交流时指出，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是保护和促进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先锋机构，
强调了记录和归档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司政还强调，他领导的第16届嘎夏将致力于按照达赖喇嘛尊者所主张的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另外，印度中央中级学校教育委员会于上周五7月30号公布的全印度高中证书考试成绩中，流亡藏人学校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得分率99.81%。在本年度全印高考中，共有27名藏人学生获得95%以上的高分，因而获得司政奖学金。其中21名学生来自穆索里西藏之家教育基金会下属的学校，2名来自蒙格的桑布扎西藏学校、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西藏儿童村学校苏加和贡巴分校，以及印度南部贝勒库北中央西藏学校分校的各1名学生。来自16所印度各地藏人社区学校的1062名考生中，有1060人通过了考试。除2所学校外，其余14所藏人学校今年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成绩，平均成绩为78.41%，相比去年提高了2.21%。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上周五7月30号为55名在瑞士参加夏令营的藏人儿童举办了为期1天的有关西藏问题和藏人行政中央运作情况的讲习班。据了解，讲习班涵盖了包括西藏的历史、政治事件、中国非法占领以来西藏境内的现状，以及中间道路政策等广泛的议题。此次夏令营为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于7月27号至8月2号在瑞士国际佛教中心举办。主办方希望借此平台将当地藏人儿童聚集到一个讲藏语的环境中，让学生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根源。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